多对于高雄的一些政见，他都没有真的达成，真的没有达成的感觉。天轮盖了吗？嗯。我想要呼吁大家，千万不要想说，不管哪位总统当选，我明天都过得一样，不一样哦。泰国名产太多了，太多是不是？来讲3个，我们参考一下。人要算吗？OK， 那各位朋友就留言一下哈，我们这个节目的末期，在我们的那个下面留言区留言，我们抽1位人。对。啊，我想吃糖果。来，阿嬷喂你吃。啊，这是什么糖？这阿嬷小时候的回忆来啦，吃啦。好，那谢谢阿嬷，阿嬷，我想吃狗嘴堡的巧克力。要吃巧克力是不是？哎，金币巧克力。唔通。